一個人頭一18節按樣講到，因為到對於人去達到五毛嘅路線，從了解對於基督是在十字架，就係了講古樣對於基督啥五信啥，對於基督啥達五道啥，對於基督啥唔會打開心相信啥，我從了基督是在十字架，就係了講古一樣，但係對於人得救嘅，嘅心打開嚟相信嘅，基督得救呢個消息傳出去，因為到有上帝嘅大能，叫每一人相信佢啥。嗱，所以即假設有謙卑嘅心嚟打開嚟相信呢個消息，即刻得到上帝嘅大能拯救出家。羅馬書1:76按樣講到，因為到我有強嘅信心對於呢福音，因為到呢福音有上帝嘅大能，本每一人得救，係咪人相信佢啥？嗱，這樣嘅傳出一個福音，係講每一人要聽到，要謙卑，要打開心去相信，你得到上帝嘅恩典，佢嘅大能能夠伴你得到了得救嘅路。每一人需要了得救嘅路，因為到時間人在社會裏喺度，都時常做出要錯、要罪惡產道嘅方面，而且係上帝就能夠擔食加熱切嘅錯，食加熱切嘅罪惡嘅方面，萬人相信佢一個罪本上帝赦免hết，在十字架的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